来个16天就要来投票咯。台南客家小连续发生着2件枪击案，总共来弹出着88枪。这是市议员谢在旺的服务处，这个服务处嘛是伊的查某囝。 议员候选人谢淑环的竞选总部，伫半暝3点外，去予歹徒开灯枪来扫射，是扫30枪。当时，这个谢淑环伫服务处咧休困，赶紧走出来看一个蛤蟆昏倒，规涂骹的枪指壳，那铁门变做芳寿。 都参新民厅的陈立干，这个身上嘛来调枪。警方是以车来约人，目前锁定一个有重大刑案前科的嫌犯。结果发现，伊到服务处开枪进前，是先到嘛是伫客家的一间科技公司开枪来扫射，开58枪，是有够创秋，根本无咧惊半人。 透早3点外，一个查甫人骑乌托摆来到台南市议员谢在旺的服务处，手举一支长枪开始扫射，短短14秒钟内连开30枪，后来乌托摆骑咧做伊走。警方到现场去采证服务处的铁门，敢若芳寿共款，安尼一空一空，涂骹有真一粒枪指壳。 枪支甚至更过铁门，连新闻厅内底新民嘛伸着枪支。亲李演将军的嘴巴含着子弹的时候，其实我相当的不舍。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是有不明人士来到服务处，对我们进行莫名的恐吓。 谢在旺的服务处嘛是因查某囝市议员候选人谢淑环的竞选总部。当时谢淑环伫厝内伫休困，听到枪声，起床看到这个陈立干食着枪支，壁顶有真侪枪支孔，伊惊一条，赶紧打电话通知因老爸谢在旺。是因为昨天的行程比较晚，所以我就直接在服务处过夜，然后就突然发生这个突发状况。我选举这种啊，我嘛拢足平顺的，嘛毋是讲伫地方有甲什么人激完啊啥。 服务处予人开枪警告，警方随用车牌号码去找人，锁定一个有重大刑案前科的嫌犯。发现讲，伊到服务处犯案进前，要到同款伫客家区的一间科技公司，连开58枪。是同一支枪支，一般这个冲锋枪，一个弹夹可以装满弹是32发，它就快速的连续击发，把2个弹夹打完。针对这个案件，或者是任何其他在选举期间所发生的任何的刑事案件，我们都会全力来这个追查。选前发生这款连续的枪击案，真敏感。头一天请假开始走竞选行程的市长黄伟哲，随改行程去分局指挥，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要全力追捕这个创手的嫌犯。